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轻松一点哈来，开启你的课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Let's go！Let's go！克里斯姐姐，这几年呢，台湾做了很多实境节目，是，而且呢，真的用手指头10只都数不完，很多。对，甚至呢，金钟奖呢还特别为了这个类型哦设了一个奖项哦。没错，说到类型啊，我们来说说看好不好？从冒险、音乐到料理啊，种类真的有够多，真的真的，随便说都有。第一，我要先说厨师的迫降。哎呦哎呦。客家厨房怎样？自己打广告哦，是不行你总得做对 very good very good 接着还有呢，暴走兄弟朝圣去这个新的哈，来 Top Dog 回家爱家食堂上山下海过一夜之击倒台湾滚石摘星号奇宝哈林小队上传了，各位老少女奇遇记最强驻村小队又来打广告是不是？对Music Maker 音乐主理人，光录影就很忙了。神秘五金行嗨营业中，给你拍拍手，给你拍拍手。哇，你刚刚那个真的是展现了你的贯口能力，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耶！压你压底，安用压底。对，而且呢，你还假装不小心置入广告，真的是给他 well done。你刚刚从 very good 到现在 well done， 你是蛮不赖的哈。OK， 好，所以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节目哈，你看有的是上山，有的下海，有的露营，有的开餐厅，还有音乐制作的，连宠物都可以来参与咖的哈。内容呢，真的超丰富、超多元。是说台湾会有这么多实境节目，是不是就是因为观众真的很爱看？像是我也是哦，我没黑哦，你真的很爱看哦。你讲没错，现在的实境节目类型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我不得不说，这跟韩国影视产业其实有动态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他们真的很擅长把实境节目和明星的形象紧密给它结合，制作出一套既有娱乐性又能打动人心的内容。不仅在韩国大红，还让这类型的节目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对，像是那个红到国外的综艺实境节目《Running Man》拜托，这超红的好不好？超受欢迎的。这部呢是我超爱的长寿节目，有10年了吧？对，超过10年了，那可以说是陪我长大。真的如果你国1看的话，你都大学嘞。假设啦，假设我大概国3吧。好啦，以前我真的超爱看这些主持群啊，跟来宾们玩那个经典的撕名牌追逐赛。那很有名，很经典，就是背后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名牌，是不是？他们从一开始那个小名牌，然后撕到后面，他们那个制作名牌越来越大，很好笑。对，后来呀，还有寻宝啊、挑战啊等等的新形态游戏竞赛内容，而且每一集都超好笑的哦，常常就让大家留下难以忘怀的有趣场面，而且重点是他们场景每一集都不一样，超用心的。对，有时候呢他们会前进校园，是，然后现身市场，对，或是去村落，甚至呢包下整间百货公司。我只能说很有钱。对，还有游乐园然后直接跟现场的观众互动游戏这样子那说到来宾厉害了，对，常常请到那个当红的偶像明星，像是你最爱的 Rain。我还好你还好，那你最爱的利特我最近有点爱他有了哈他们呢都上过 Running Man。对，所以呢这也是韩国偶像们呢他们常常许愿想要去上的韩国综艺实境节目。安迪某你知道吗？在你小时候追那个 Running Man 的时候，我追的第一档实境节目是2017年的孝利家民宿，你有看过吗？有听过没有来他这个有啦，很红算很红。对，好，它是一档这个慢综艺的实境节目，邀请到韩国性感人气天后李孝利。孝利来了。对，然后公开她跟她老公在济州岛举行婚礼的房子，把他们亲手打造的房子变成民宿，让旅客入住。邀请到大明星像是 IU 朴宝剑润儿来担任民宿员工。你现在是在跟我比节目的排场是不是？好了，你的 Running Man 跟我的孝利家民宿这个明星都很
大牌，好不好？而且呢，在节目中你就可以看到偶像 IU 帮客人拉行李，哇塞，对啊，朴宝剑出来端咖啡，哇，还有润儿亲手做松饼给孝利他们吃啊哦，怎样？你知道吗？听说当时那个润儿用的那个松饼机啊，还卖到缺货而且我看他用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好用哦，好想买哦。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明星家的空间设计啊。可是这栋房子后来就卖掉了，也就没有后面的第3季了，我要哭哭了。大宋好可惜哦。怎样？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等一下，你哪里学会这种台词？这是我的那个口袋回复，就是好吧，你不知道回什么时候，我就会丢这句啊，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好吧，算你赢。好了，那我想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实境节目的原因吧。你看像这些大明星不唱歌不演戏，居然化身成平凡的服务生呢。然后在济州岛的民宿拉行李、端咖啡、做松饼，这画面真的非常的亲民，可以满足大家看到大明星私下的一面哦。正确，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这个一手打造花样系列、一日3餐系列饮食堂的罗 PD 有没有？请问这个罗 PD 是你本人吗？我刚好只是 PD 也姓罗。好了，我说当然是大家都认识的这个韩国的罗 PD 那他是韩国实境节目热潮的重要推手。他也表示实境节目没有完整脚本，当然是有脚本，但它没有很完整，才可以记录明星们的真实反应因为这样啊，实境节目长走得按熟分样，才这么的受欢迎看来我们这个韩国的罗 PD 跟我们的客家的罗 PD 英雄所见略同是的，实境节目 Reality Show 它的3大特色就是第一，没有完整脚本；第二，记录来宾真实反应；第三，满足观众窥探别人的好奇心。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像有一档韩国人气实境节目我很爱看，我真的很喜欢偶然成为社长。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呢？因为他们邀请到的是车太铉、赵寅成担任主要来宾大家对这2位男演员的印象可能停留他们在演出那个人气韩剧《异能 Moving》2人的角色形象是有超能力又帅气，对吧？对，你看那个赵寅成呢，就是那个飞来飞去跟女主角谈恋爱的英雄，然后车太铉呢，就是那个自带电力还修好公车的英雄。对，大家可能想不到，制作单位在第2季把他们送到乡下去接手大型超市，而且没有提供完整的脚本。对，这个第2季的一开始啊，就让这2位明星直接接手大型超市，对吧？让2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会使用柜台收银机、标签机、切肉机记得进货的时间与架上陈列的这些商品。所以你看当我们观众看到他们手忙脚乱的样子，还要招呼突然上门的顾客，应付各种临时的突发状况。我举个例子好不好？像是其中一位顾客要来买肉赵寅成还搞不清楚肉放在哪里然后找半天，最后是顾客自己去把需要的肉品找出来但是虽然这样看起来很像很不专业可是这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特色，记录来宾的真实反应，而且呢，观众就是爱看这种突发状况。没错，因为赵寅成是大明星嘛，对不对你想想看，他还要下厨煮员工餐呢另外一位明星车太铉就卖煎饺你知道因为店里没有位置所以他就住在路边煮，然后还要被客人嫌那个味道不够看到画面就很好笑对，然后呢他竟然还直接当面抱怨车太铉的料理耶真的是没有想到男生也有这天是那这些内容呢也满足了观众的窥探别人的好奇心那刚刚一颗栗子姐姐举的例子一次满足了这个实境节目的3大特色是那接下来我也来举个例子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集 Running Man 是那个女团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她进到那个鬼屋去闯关的时候她刚进去之前呢她还说我自己很勇敢我不怕鬼屋然后结果一进鬼屋就开始怎样一路尖叫一路尖叫就对了对一路尖叫然后还被鬼吓得哭的跑出来然后哭的那个妆都花了真的你看完全等于是要卸下偶包没错没错所以你看这个 Blackpink 呢他们平常表演都是要漂漂亮亮的对耍狠耍冷酷
那原本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哦。但也因为节目中有很多这种真实又好笑的名场面，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原来也有这一面。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没有偶包的那一面，是，对，然后反而会觉得他们很亲民、很可爱这样子。大家想一下，你们都没有看过偶像天团的另外一面，对不对？那在这样的实境节目就可以看到了。那像台湾最近推出的旅游实境节目《暴走兄弟朝圣去》，你有看过吗？还没，但我准备要去看的。你先介绍。可以。那个来宾是歌手卢广仲、网红美丽本人、演员李玉玺。那他们3个人是去西班牙挑战800公里的朝圣之路。哇，要走很久呢。对，制作单位其实是直接给这3位来宾达成朝圣之路的这个任务，也就是没有给他们完整的脚本。好，就这样说，你们把这800公里这个朝圣之路走完，所以就让他们的这段旅途是充满着未知，可能失败哦，可能成功。所以呢，这3位来宾就要评估体力嘛，对不对？一起面对这段旅程的各种状况，然后要一起克服。举个小小的例子好不好？好，例如美丽本人足底筋膜炎发作，足底筋膜炎发作很痛所以他痛到走路的速度变得很慢。卢广仲跟李玉玺就会在半路等他，等机是丑嘞。又或者他们在一家咖啡厅休息啊，巧遇一位台湾基督徒来走朝圣之路，离开前帮他们祷告好感人哦，祝福他们的拍摄可以顺利平安。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呢？结果卢广仲就突然感性落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节目来说，等于是让观众朋友看到大明星流露出真性情，那么这就满足了观众窥探他人的好奇心。因为呢，实境节目这种没有完整脚本，它无法让艺人们充分准备，对，所以拍摄时会充满未知感。你刚刚有讲到的，好，而且呢，透过大量的摄影机啊，长时间的拍摄，艺人真的要丢掉偶像包袱，然后展现自己真实的反应。这也让很多艺人都会觉得说，参加这个实境节目比拍戏啊，或是上综艺节目还要紧张，还要累哦。这真的哦，大家要想哦，这对艺人来说是又累压力又大，压力又大，但观众又特别爱看，穷很爱。而且这段实境风潮还会流行一阵子。好，你讲到俺豆改实境节目，聊了这么多实境节目，接下来有一个一定要介绍的现象级的实境节目。这个节目呢，它直接被网友封为2024年度实境节目代表作，就是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错，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把真实和娱乐结合的恰到好处。虽然料理相关实境节目其实说真的蛮多了，好像是什么厨神当道啊、地狱厨房啊，但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播出后，在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登上排行榜，提名打头名的意思，还在全球多个地区稳居前10。我必须说，收视成绩真的非常的亮眼。而且呢，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每次新集数一上架，我都会准时追耶。真的哦。它不只是烹饪比赛。我跟你说，它更是一场残酷的阶级生存战，让人看得心惊胆跳。啵啵北乌，我觉得啵啵北乌好传神哦。啵啵北乌，啵啵就是心脏动来动去，对不对？对，你看心脏，你啵啵一下，啵啵啵啵，你的心脏。好，你要先慢的，是不是？好，啵啵啵啵啵，所以越来越快。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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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你要新教的客语词，是不是？然后表就是跳的意思。OK， 啵啵北乌。所以心惊胆跳，就是你的心脏真的会。啵啵北乌，很好。好，撒哈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进入黑白大厨的节目介绍。Let's go。有泡太厨料理阶级大战，一共有100位参赛者，我来抢3亿韩元的奖金。有请罗 OS 上。黑白大厨料理阶级大战，共有100位参赛者来争夺3亿韩元的奖金。其中有80位厨师，是伫鲁顺的台妹，也是西点的无名料理高手。伫节目当中，也有人会被本多梧桐吃下嘴。其中80位厨师是隐藏在路边摊或是小吃店默默无名的高手们，在节目中以这群人被归类为黑汤匙。
出题也80个无名厨师。人月24是料理界一定有名的厨师，由米其林传统主厨，中华料理界的老师傅，美国柏强扮演主厨，料理节目冠军也很多优秀的厨师。也着比本岛拍通吃牙嘴。除了这80位素人厨师，另外20位则是餐饮界赫赫有名的厨师，有米其林餐厅主厨、中华料理界常青树、美国白宫晚宴主厨、料理节目冠军等等。这些人以优秀的厨艺闻名，他们被称为白汤匙。比赛评审是由国民美食家朴忠彦同一下韩国唯一一类得到米其林3星的安神在主厨来做。2个评审对各国的料理都一致，对美食的要求没一个。比赛评审由国民美食家白种元以及现在韩国唯一一位获得米其林3星的安承宰主厨担任。2位评审熟知各国料理，对美食有非常高的标准。也100个参赛者会跳过各种关卡，来买输评审的球迷。比节目当中相互来一场精彩的料理对决。这100位参赛者要透过各种关卡征服评审的味蕾，在节目中上演一场热血沸腾的料理对决。有没有觉得这个 OS 上很难当？好紧张哦！真的，这个节目呢是我看过最drama、最紧张的料理实境秀哦。然后每次听到那个旁白，那个 OS， 他宣告说谁能进入下一关，我当时心跳都跳得超快，我啵啵啵。哇，我觉得今天听我们这一集，如果客语都没有学到，至少有学到。啵啵啵，对，很有感觉哦。好啊，然后呢，每位参赛者呢，我觉得都有个人魅力，然后在我心目中，我都会默默的为他们加油。不过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白汤匙里面的港点女王啦，港点女王啊，郑智善。对，他一开始呢，真的都不太笑，那表情呢，我觉得就是跟姐一样，跟我一样吗？这样臭。我脸很臭吗？但是比赛到后来就发现他是一个外冷内热、心地非常温暖的人。那我算不算也心地温暖的人啊？当然，他的厨艺也是下叫。怎样跳过我？是不是？你厨艺的部分，完全不行。OK， 尤其是他那道麻辣奶油虾。麻辣奶油虾真的看到就是超想吃，口水直流。真的，他当时呢是荣登最多人点的菜色真的是看得我口水直流，我也好想吃哦。是说你说他脸臭，我跟你说，我喜欢另外一个脸也很臭的。还有谁很臭？不是黑汤匙，也不是白汤匙，是评审摩羯座的安承宰啊！对啊，你听他讲评话都不多，对不对？但是他品尝每一位参赛者的料理的时候，那个表情都动宁静，很认真，还会时不时的眨眼睛。你看我，怎样？你知道那是什么眼睛？真的，这个眨眼睛就变成他的特色，而且他的评分非常的严格。等一下，我可以补充一下吗？是。因为你的眼睛很大又双眼皮，所以你刚扎起来很奇怪，很像蚌壳精在扎眼睛。蚌壳精不是安承宰不是蚌壳精扎眼睛，是扎起来像蚌壳精一直动。好啦，那个安承宰呢，他评分非常的严格，很多参赛者都不愿意被他评分，因为想说哇，也太紧张了吧。那他最经典的就是在80人淘汰赛的时候，有一位参赛者跟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结果安承宰吃完他的料理之后，就淡淡的说了一句：“生日快乐，你被淘汰了。”晴天霹雳，是不是很有个性？他真的是一位很严格的评审哦。而且呢，网友呢还有整理出他担任评审时的金句对，像是蔬菜的熟度很重要，还有。我重视料理的完成度，他真的很重视料理的完成度。最多的还是这句什么？很抱歉，你淘汰了。米亚内哟，哇塞，拍谁哟？除了安承宰另外我也很喜欢 Ed Woodley。
有没有？就是那个白宫那一位，他一开始给我一种他好像快要被淘汰了，可是却默默的一路过关斩将，甚至在豆腐地狱无限循环赛的时候啊，那种高压紧张的情况下，他给我做出很多创意料理，真的令人非常的佩服。对，他是很沉稳而且呢，这个节目呢，除了参赛者大爆红之外，还有一段比赛的环节也很爆红哦，就是你看我，怎样？你给我拿出这一条布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眼睛是不会不舒服，你是怎样？请问我的麦克风在哪里？我帮你，麦克风在这边吗？这里，对。OK， 好。就是这个环节啊，这个梗呢，就是评审蒙眼试吃的那个桥段哦。超多网友就是跟我一样会跟风模仿他们还甚至拍短片啊，有网红版、乡土剧版、宠物版，真的。不过啊，这个看黑白大叔还有个地方让我真的很焦虑啊，焦虑？为什么？不是很开心吗？我看很开心欸，还是你是担心谁被淘汰之类的？不是，还是你是担心要被蒙眼之类的？你很烦呢。我是担心这2位评审吃太饱啊。你看第一关他们一个人要吃40道菜耶，你想想看，就算一道菜只吃1口，然后也有了40口啊！我们平常一个便当有40口吗？所以一路看下来，光第一关啊，我超焦虑，我想说是不是太饱了？为什么你会对这个很焦虑？我真的看得很焦虑，说好饱哦，怎么办？可是我看他们吃都觉得很好吃是没错啦，不然是他们要表现出很难吃吗？拜托好吗？不过说真的，你看那个白种元老师，他每一口吃好大口哦。对，真的超大口的哦。我记得有一位参赛者是那个吴菜丹阿姨，是那个安东面那个吗？OK， 他每次煮一大桌韩国传统料理，一大桌真的是一大桌而且他每次放一大桌，我想说下次要吃哪一个？对。然后白老师都会觉得很好吃，对，觉得很好吃。然后如果他真的觉得很好吃的话，他那道就会多吃2口。我有发现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说，这个比赛要有公正性，所以他们一次一定要吃完这40味料理。然后我又开始焦虑了。所以你看是不是真的很饱，对不对？除了担心评审太饱之外啊，这个节目蛮大胆的，他运用了翻转阶级的概念，把参赛者分成黑汤匙跟白汤匙。这不仅是烹饪比赛也是对现实阶级的挑战。我觉得韩国社会强烈的阶级感在这里得到了具象化。对，这个阶级呢，在韩国社会真的是很明显哦。而且我们华人文化中也有金汤匙的说法，含着金汤匙出生，就代表家境富裕的孩子。是的。你现在哭是吗？可是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是用银汤匙喂我。这句俗谚真的很有画面的。然后小时候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都用汤匙喂我们吃饭啊，他就说来一口啊，对。爸妈能拿出什么材质的汤匙，为什么给孩子吃，就可以轻易的看出你家的财力，未来能提供的资源等等。我在解释刚刚的概念，好有画面哦。阿郎的性命是公平公报应，要鼻音。我的性命担心。来宾掌声鼓励，谢谢阿寇熊的演唱。不过我刚刚发现那个歌词里面，别人的命是香精又包银，至少我以前的汤匙是用银汤匙，就是有金有银，是不是？银也不错就对了。银也不错OK，因为南韩将汤匙说发扬光大，划分出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土汤匙，甚至还有一个几乎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的等级，就是屎汤匙。你说屎吗？四线枪死那个死吗？海陆枪洗。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介绍料理实境节目的时候教人家讲屎啊？你看我们刚刚教人家啵啵北，我现在教人家屎。我要直接来讲这个分类是怎么划分的啦。那个几年前呢，韩国做过一项的统计，他们认为金汤匙出身的黑嗓影年轻人家里的资产至少有20亿韩元，年收入至少要2亿韩元，差不多是新台币450万，属于韩国前1%的高收入家庭。而最底层的土汤匙或是屎汤匙，家里的资产呢是少于5000万韩元，低于新台币110万左右，年收入也不到2000万韩元，也就是差不多45万新台币左右的人，就是属于屎汤匙。怎么样？哇，听到这边我真的有点庆幸哦，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分类，没有，因为我怕我也是屎汤匙。放了性命
是空金口好运。好，感谢这个汤匙论也是这个节目的核心魅力之一啦。当我们看到那些默默无名的黑汤匙参赛者，他们的逆袭之路就像是一场英雄旅程，他们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厨艺挑战哦，还有社会阶级的压力，所以每一步走起来其实是很感人的。我们超，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档节目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关注跟共鸣，对不对？它不仅是讲述一场厨艺比赛，更是一场有关阶级挑战和自我超越的心灵之旅。咚！所以刚刚那是一个波的那个音，是不是？对，有没有超越心灵的感觉？好，而且这种关于这个翻转和突破的精神，真的是让黑白大厨成为全球观众的心头好啊！所以无论你是来自于哪个阶层，大家都能在这个参赛者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这就是黑白大厨最动人的地方了。没错，那这些实境节目呢，他们不仅仅是娱乐，还能反映出每个人在面对挑战时的那种勇气跟坚持。无论是突破阶级啊，还是文化差异啊，最终的核心呢，都是这份永不放弃的精神。是的，对。那回到一开始呢，我们分享台湾近期推出的实境节目，其实都呼应了这个精神。是的，对，像是我们推出的这个实境节目啊，噔噔噔噔，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哦耶！当韩国李元日大厨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客家庄，是在异地接受挑战，接手经营客家餐厅，学习客家餐点，这真的是需要勇气，真的很需要勇气。你都是有勇气去面对客家料理。好的，这真的很需要勇气。我觉得我可以偷偷分享一下，是偷偷哦哈。这个厨师的迫降客家厨房，当时跟韩国团队介绍客家料理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没听过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吃这些客家菜啊，你知道吗？我点了一整桌。但吃那个姜丝炒大肠的时候，因为很酸嘛，他们不敢吃竟然他们觉得太酸了。然后后来我端出那个仙草鸡汤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汤黑黑的，他们一定会很害怕。就他们一喝的时候，他们说马西手油，后淋嘿。可是他跟我说，这是我们韩国老人家会爱的一种汤品。不过呢，这个节目的设计啊，我们后来是让李元日主厨呢迫降在客庄，就逼迫他降临在这里，让他自己经营快闪的客家餐厅，亲自学习客家料理啊。我们当然也安排了像是有料理经验的江宏杰小杰，帅，以及温升豪，帅，网红 Judy 来帮忙，漂亮，真的。讲。那我帮大家偷偷问一下，这个节目是不是没有完整的脚本，或是说这个脚本写到什么样的程度？说真的，我蛮想分享的，你可以帮我开一个讲堂吗？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咚！怎样？欢迎大家来到梨汤匙讲堂，我要笑死了！梨桶七夕见。说真的，我蛮想分享的，不过我就等你帮我开一个梨桶七夕店。好啦，其实我们大概是跟他们说他们各自的任务只有给来宾们每天的工作事项，例如今天有几组客人，那这些料理的食材可以去哪里采买等等啊，就是为了让这些节目主持人可以全心全意的体验实境的真实感。不过啊，像小杰为了要做料理啊，他很厉害，他给我 call out 求救蒋妈妈像这种情节就不是剧本写出来的，对不对？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那还有啊，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实境节目拍摄时间很长，到处都摆满了摄影机，所以呢这个来宾啊跟这个制作单位必须要彼此信任。是为什么呢？因为来宾才能够展现出真实的一面，他要尽量有那种安全感。哇，听完这个客家罗 PD 的分享听起来他们在做实境节目的时候真的是蛮有压力的呢。真的我也没有办法无时无刻被拍摄。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实境节目当例子，是像是我们的最刚驻村小队。那这个节目的队长是洪都拉斯嘛，洪哥，他在分享说他在最刚驻村小队，他本来以为只是想说综艺节目嘛，轻轻松松就来录影，结果呢他真的来录的时候就一待就待那个1个月 long stay。 然后他去爬那个步道啊然后他想说爬一爬就好，没有，就是全部都要弄完。他说他很震撼，你知道吗？好，我要再
讲一个秘密啊，也不算秘密啦，就是另外一个我们的主持人呢，他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活动场地打扫得很干净。是，那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呢，因为他想要把场地弄得很干净，那他有他自己打扫的 SOP 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位压力很大的主持人就被另外一个主持人说：“你口气太凶了。”结果最后他很自责，你知道吗？他忍不住哭了耶。其实我可以想象哦，在这个长时间记录的过程当中，我有可能就不小心会露出那种不耐烦的表情。对，那这时候呢，我也会担心说会不会被镜头记录下来，然后观众就会讨厌我。对啊，你平常是大明星嘛，对不对？你就是表现出你表演的那个专业的部分。可是如果是实境节目，它有可能是24小时都在记录你，所以你就是完全赤裸的在观众朋友面前。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人明星不喜欢拍摄实境节目的原因。你想啊，你怎么知道你不小心被记录下来的那个真实的一面，会不会反而带给你负面评价？还是一不小心揭露自己不想给别人知道的一面啊？就有演员跟我分享，他宁可好好的演戏，美梦熊会参加实境节目啊，也不想参加实境节目。但实境节目呢，真的是看起来很过瘾啦。对，可是背后呢，其实是满满的高难度。真的。不过呢，像刚刚讲到这个客家厨房，给不腻。今天是不是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客家经典料理的客语怎么说？一定要的。狗听众朋友会不会问我们学这要干嘛？学会这些客语啊，就可以到那个客庄旅游的时候，大家呢就可以用这个客语点餐，用客家话来点餐。说不定这个热情的老板娘对，他会送你免费的礼物哦，可能是起巴呀之类的。这也太好了吧！送起巴也蛮好的哦。对啊，甜点呢。好啦，那我们先从第一道经典的客家料理开始。Let's go！ 客家小炒，四线腔客家炒牛。海陆腔客家炒牛写成华语字就是客家炒肉。大家可能会想说，这客家话客语真的是很叛逆耶为什么客家小炒不叫客家小炒之类的偏偏要讲什么客家炒牛？这是因为客家小炒里面，你看有这个又油又香的五花肉，而且呢，这道菜呢有个有趣的背景，是基本上就是清冰箱料理的概念。大家知道吧？就是早期呢，客家人呢会把这过年拜拜后剩下的三层肉、鱿鱼、芹菜、葱等等的食材，快速的拿出来炒一炒，然后瞬间呢就变成这个大餐了。真的对，我觉得也许这道客家炒牛就是传说中的客家鲜明的清冰箱料理哦。好，再来是第二道经典客家菜，就是又酸又香又开胃的料理，你们猜到了吗？就是姜丝炒大肠，客家话四线腔竹葱炒芎丝，海陆腔竹葱炒芎丝。那这里呢，这个客家话呢也是很叛逆，对，又是很叛逆。在这道料理呢，使用了倒装，就有点像跟英文的文法有点像那个概念。那竹葱炒芎丝呢，写成华语字就会变成猪肠炒姜丝。那因为猪肠才是主角嘛，所以摆在前面，竹葱炒芎丝。对，但是每次去点说，老板来一盘这个姜丝大肠，黑公用客家话点吹，就是老板给我一个竹葱炒芎丝。没错。好啦，被你一说真的很有道理撒哈嘞，来到我们的客家经典的主食，大家都动地动手了，很耳熟能详的炒板条。四线腔炒板条，海陆腔炒板条如果吃不够还有一道经典的主食米苔目，客家话叫做四线腔米奇木，海陆腔米奇木。我们的华语字呢，写起来就是米筛木，筛子的筛，木是目不识丁的目。怎么今天有每日一字的感觉？传统客家米筛木的做法，就是把米团放到有孔洞的板子或是筛子上，然后用手压住米团来回滚动，就会变成一条条的米筛木。米奇木，海陆腔米奇木，加一点肉燥拌一拌，好香哦，想到都会流口水。没错，来帮你擦一下口水。好的，上完2道主食，来个客庄最常见的甜点麻薯。这个一定要四线腔起拔
海陆腔七霸。那这个七霸就是麻薯，通常呢我们会分成小块，沾着花生粉，非常好吃哦，懂后生哦。所以你们到客庄用客语点餐的时候呢，说不定老板娘头嘎牛就会送你这道甜点哦，七霸我真的很喜欢吃七霸。那我们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客语好不好？好的。第一道客家料理，客家小炒，客家炒牛。客家炒牛。第二道姜丝炒大肠，竹葱炒芎丝，竹葱炒芎丝。再来炒板条，炒板条，炒板条。还有另外一道经典料理米苔目，米奇末，米气末。最后来到客家的经典甜点麻薯，七霸。七霸。克丽姐姐，我们教这么多客家料理哦，那我们是不是要来示范一下，教大家如何去客庄点餐？走的。那我来当那个顾客，你来当调嘎牛，我开始用这客语来点餐的哦。走的。来，老板娘。黑上瘾啊，吃饱嘛？不是啊，老板娘，调嘎牛，我就是没有吃饱才来的。拍谁，因为我们客家人问候的时候都是问吃饱吗啊，代替你好吗？好啦。不好意思，我误会你哦。真的很热情呢。调嘎牛，我肚子好饿哦，我想要来点餐，我要点菜耶。赶紧去点个菜啊。我要这个客家炒牛，竹葱炒芎丝，炒板条，炒面起末，哇，动腔呢，都用这个客家话来点菜呢。那个老板娘调嘎牛，我用这个客家话点餐，听说有免费的起拔没有啊？你怎么了？没有，没有啊？不是那个剧透客语的阿快熊说客语点餐就会有吗？我刚刚念的客家炒牛、竹葱炒芎丝，还有炒板条呢，还有炒面起末，免费的起拔嘞。没有呢，不过我可以送给你爱调嘎牛热情的微笑。还我起牌，谁要你的微笑啦？我要起牌。我们聊了这么多实境秀，你觉得如果我和你参加，会适合哪类型的节目？我觉得如果要挑的话，我会想要去参加那个 Running Man，因为它考验智商，又可以拼体力啊，对，然后又可以跟很多偶像们一起玩游戏。可是我觉得你体力不行你那个好，那你说啊，你嘞，你想去哪个？我想去一日三餐农村实境秀，种菜啊，捡鸡蛋啊，我只要煮3餐就可以了呢。可是我觉得你会点 Uber Eat 呢。我不会，我会好好当农妇，好不好？真的哦，没关系啊，伊丽姐，不用认真啦，还是我帮你报名那个老少女奇遇记。你看我脸，是白眼。Let's go。